咱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又阁有6架军舰甲21座军机来侵扰咱台海，其中有1架无人机阁飞到离咱的鹅銮片，敢若50海里遮尔近。而且，若是军事行动才会威胁，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接受印度电视台的专访，嘛叫中国的驻印度大使馆气噗噗批评印度的媒体违反一中原则。不过，这个专访的影片并无互人摕落来，阁互人看超过1万摆。Joining us now on a NewsX World exclusive is Dr. Joseph W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aiwan ROC.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eaceful, free and fair democratic elections that have just been concluded in your country. 接受印度媒体视讯专访，外交部长吴钊燮谈台印关系甲印太情势，背景是咱国国旗，这互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声明批评。电视台是为台独提供发声平台，违反一中原则，完全无法接受。不过印度媒体无把这个访谈摕落来，影片看的次数突破1万解。外交部对台印间的交流互动表示欢迎与支持，同时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国互不隶属，是国际公认且客观的事实。中国对台独立文攻武汉嘛无停，国防部公布7日规工查到6只强舰、21台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台无人机上近离鹅銮片敢若50海里，因应强军的威胁，有航艦杀手称呼的多攻击军舰传出头一批被量产6只，预定3月底前全部完成。那第2批5台反艦型嘛要开始做。具有高强的火力，而且高速航行，可以称为海上小钢炮。那么未来在战略上，也可以跟暗刺的鱼叉，还有雄风飞弹形成海陆双响炮，阻绝敌人的进犯。另外，传出咱海军司令部研究新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整合现有的反舰飞弹部队、海防大队这单位，也甲大队改编做北中南东打击群。除了有向2向3飞弹，也会配置精挺型向3，甚至美国未来的换地鱼车飞弹，要建立台海周边中等型精准制海战略。记者综合报道。